来了。哎，当什么字啊？当冬至。营养字吼。当字，来我问一个上简单的问题，像迄当字，这个日子吼，是看时历啊古历。国历还是农历？农历。农历还是国历？农历。国历。农历。国历。农历。投票者，看国历的举手。哎，你不是？鼓励。看英语的举手。好，我们得到咱第六节结论哈，民主不一定是正确的。大多数人决定的代志不一定是对的。哎，对，他是看太阳。咱的24个节气，24个节气知道吧？那边的。好，可以。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。好。你比如说，老师，拍较人的，我记住，我讲你记得吼，讲你背啊，才少是要考，我讲无，这袂考。哦哟，安尼袂考，你背才少。我讲我以前读册就安尼吼，课本爱背爱考的，我拢背袂起来。啊，课本无的，我拢背起来。啊，若无倒转过来吼，我进去台大医学院，那个好玩的，背好玩。24个节气，24个节气，是照太阳日头太阳运行去看。你只要照太阳运行去看，拢是国历，拢是国历。阴历是根据月球，24个节气。但是冬至这天，敢有一定是对一天？不一定嘛，但你讲起来嘛，冬至可以太阳照射最偏的时候，虽然它不是固定一天，但是你差不多拢是12月1、2、2、3、2，安尼，这几天安尼走来走，会差1、2天啦。你若看阴历的，袂差遮少啦，阴历的，你若看阴历的。对国历的一条拢飘出远的，所以24个节气是看国历的好啦，咱先看，咱即个是转动的地球，咱地球公转自转介绍一条花的公转自转，上去了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就看到。最近。蜜蜂。真是。这讲吼，那个语文很重要哦。你若写文章写无好吼，你以后要安怎写千字文，反击就杀啦。对吧？写的不通顺，卖讲写通顺啦，叫你写1000字就写袂出来，卖通顺的，写袂标准，就写到文情并茂。人家的女生是不是学文学的？无哦，人学商科的哦。这个写文章会让收入来做课文。来，咱先讲地球自转那自转就是咱的白天加黑夜。这种简单啊，咱地球由西向东转。知道都是蜜蜂，超多。对。蜜蜂嘛。超多只。上楼北绿糖水，招风雨。外面太多了。没有，那是蜜蜂。是蜜蜂嘛？太多了吧？是不是要避难一下？是不是要关窗户的？
只要理他，他就不会理你。看那个声音，他就不信你。那个黄蜂女啊，不要那么激动的。来，来说。谁偏向？咱地球由西向东转，所以咱的日头吼，就东升西降。东升西降，这个简单的。所以就时个，一时甲暗暝，白天黑夜。咱爱讲的是，咱想到有春夏秋冬四季。这个是因为咱地球公转加上，我这里按讲过啊，工业社会上啊地球仪歪歪，因为咱地球歪歪，咱地球歪歪是因为咱的自转轴歪歪，倾斜啦哈，斜多少？斜几度？23.5度，23.5度。所以轴心哈，伊个公转的时阵，因为自转轴倾斜，咱若图画出来好啦。这个公太阳伫遮。没有人讲的，这个老师有人讲，没有。来。周润发。安尼设一个就一档，设一个就一档。所以你看设到这的时候，是比较合理。你不是在那里？那亏亏啊！怕难哦。来啦，这个超熟了。还看不到超熟。你一天都不不要让人家吃掉。白痴哦，你不能用它啊！他等下。不要带一整群过来。太多了吧？采花蜜外面很多。一定是你种菜的关系啊！安静的，安静的。来，安静啊你！好了。不会被地。这时阵吼，咱这里讲，冬至里讲，冬至的时太阳直射南半球，最近卖南半球是夏天，咱北半球是冬天，是因为直射甲斜射哦，我落去一个问题哦，咱今卖冬至的时阵，太阳离我们比较近。还是我们夏至的时候，太阳离我们比较近。夏至。来，你觉得夏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？好，放下。你觉得冬至离我们比较近的？两种差不多，大家都有警觉的哈。你爱警觉到吼，我问你这个问题吼，一定有人安尼想，我会问这个问题，叫你举手，一定倒病的，一定甲我想的倒病。安尼就有道理，因为那夏至啊，今我就袂安尼问你啊，我就要安尼吼，安尼直观就安尼啊。问对，夏至的时阵，太阳离我们比较远；冬至的时候，太阳离我们比较近。你讲是安怎安尼？是安怎较热啊？是安怎夏至较热啊？离咱那是安怎较热啊？你爱会记吼？咱冬至的时阵是南半球的夏天哦，唔是规个地球拢夏天哦。就讲啊，咱夏至的时阵，阳光直射北半球，南半球是冬天哦。所以这无关系哦。咱冬至的夏至完全因为阳光照射角度的关系，但是你讲远近敢有差？远近拢会有差啦，
但是伊的应用无遐多，所以咱会当讲南半球较衰就对了。想要南半球较衰，伊阳光直射的时候，太阳就离他近，就是他们会火上加油。然后呢，他们没有雪中送炭，他们雪上加霜。因冬天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斜射了哦，太阳又离他们比较远。你们教室为什么都会？当兵也不缴费。转学生的。转学生。他等下就坐在这里。不要有中错啊。中错。他可能明天都要听。所以你看，他现在在求偶。南北极哈，你讲南极甲北极拢足寒吼，啊对一边较寒。南极。敢有分？有。南极较寒，北极较寒。南极啊。差屁哦！啊。南极比北极寒足多哦。咱地球上寒的温度伫咧南极。那不是帮别人吃啦？你班人哦，哪要招风引蝶？没有啊，就星星会那个。对啊。好了。安静啊！你若甲北极熊掠去南极吼，伊会热死哦。你若甲试了掠去北极，会热死哦。真的。啊，对咱来讲拢会热死，就你的温度差足多吼。这嘛因为安尼，所以记下。嘛因为安尼造成安怎昼夜长短的变化，大家看。这个时阵咱是热天吼，咱的夏天，日头照着这半边，咱才会日白回归线浆。所以你看，伊分下到遮可能安尼射过来，由西向东转逆时针转，到遮爱日落啊，射到遮爱日落啊。但是遮阁有光诶，所以会加射这段，这段就是你想按热天的时阵。日头6点才袂落山，山到7点才落山，所以这造成安怎？但是你看，你若赤道遮吼，伊拄啊切，所以赤道遐赤道的所在，你来讲做工业团，伊听无？伊讲伊一冬365天，拢是6点日头就起来，6点日头落山。逐工拢休息。你有看着愈北边吼，真差愈多。到遮的时阵，切到遮的时阵，我是啥物情形？这叫北极圈。北极圈以北所在，你会发现，你安怎说吼，拢看有日头。这叫永昼永夜。等到热天的时阵吼。北极圈的人看到日头升起来，伊一天24小时拢看到日头，是天日日晒。伊咱地平线遐日晒哦，一天多晒一个，太阳不下山，还要多久下山？伊日头起来吼，晒半冬，落去了后海啊，半冬看无日头。南极圈以南跟北极圈以北，南极圈以南跟北极圈以北，这叫永昼永夜，就是半年白天，半年黑夜，半年白天，半年黑夜。所以你来看咱的纬度愈悬昼夜长短的那个越高。昼夜长短的那个越悬殊，你到南边过北海道去了，哇，
哦，你夏天去啊，冬天去。你若夏天去哦，夏天北海道哈，一年9个月的冬天，然后1个月春天，1个月夏天，1个月秋天，剩下9个月都是冬天。所以你若暑假去哈，都爱会下雪，因为他们夏天。所以你会当看到迄个薰衣草田。阮去大陆来时，阮导游讲，恁下夜困吼，迄窗帘爱去偌好。伊讲买一罐吼，困一罐起来，天光啊，要去食早顿，听到餐厅无开无，一看表啊，暗时啊3点半，半夜3点多太阳升起，晚上8、9点太阳才落下。伊已经接近北极圈啊，但伊还未到北极圈，所以迄个昼长夜短的愈来愈明显。所以这个以赤道为中心，赤道都进球没错。再来，咱上尾要看到迄个数据的太阳的运动轨迹，太阳运动轨迹，上尾225页上，这个以咱遮北回归线为准，咱看咱的天顶。太阳的轨迹，你若家己用咱遮以北回归线为准吼，你要看到春分甲秋分的时阵，咱的日头拢为东边正东边起来，到天顶的时阵会起合23.5度，落雨的时阵吼，煞为正西边去。若热天夏至迄天吼。迄个东北风升起来，爱起来时阵拄伫个头壳顶，下至伫北回归线，落雨的时阵就是西边偏北。若寒天的时候，冬冬至的，迄个是东边，迄个东南升起来，到遮的时阵，你看到几度？伫仰角几度？真正是2个23.5度，等于46啊嘛，对吧？23.5、47起来就43度，所以差不多45度啦。你若昨暗你看到中昼的日头吼，拄伫个一半的所在，中昼南边一点，伊的气温差不多就45度。所在，所以上天，所以天光上寒。无一定天气无一定是当地当上寒，因为天气你爱看方面吼。